晚間新聞以及今日財經即將播映。百奇朱古力，搞搞凍飲，凍啲食，滋味得嚟有特色。固力和百奇朱古力，半凍飲更有新鮮感。你嚟到咪知啦。嚇？係咁心急？嚟啦，出嚟到節目㗎啦！好嘢，終於咪。拿換餅卡一張，享受各精品曲奇。永安泰國萬寫真，應該有二人世界嘅。仲有呢個假期。寶手堂獨一無二。哎呀，喉嚨越嚟越痛啦，我頂唔順啦！喂，你唔好再搞我咯喎！佢又搞乜鬼？屎立燒？佢含有唔止一種，而係兩種嘅消炎成分。啊，而家就舒服晒啦，早啲食就唔使咁辛苦啦。掂晒。屎立燒，喉痛立即消。我哋做演員除咗要有周身刀，仲要有個神仙肚。學我隨身帶定樽喇叭牌正露丸就冇有怕啦。但凡肚痛、消化不良、飲醉食滯，廿幾粒就舒服晒。所以無論居家旅行，我幾時都有樽喇叭牌正露丸照住啦。唔係我邊有咁生猛啊？運動精神，永恆不變。Adidas Equipment 運動系列。嘉頓薄餅，香葱廣東海南豐盛，4種口味，任你橫食、掂食、點食都成金。唔單止盒盒都送歡樂天地金幣，揾到拼圖，仲有機會贏好多好多足金薄餅。嘉頓薄餅，4款好味道，點食也成金。港督喺新加坡講到本港未來嘅地位，西哈魯克話要建立一個新嘅柬埔寨。中國喺世界盃2-2逼和丹麥。新聞嘅詳細內容，香港意外保險公會宣布，出年嘅私家車保費平均加10%。另外，由於汽車盜竊嘅數字冇減少到，汽車失竊附加費仍然要維持。陳卓希報導。
根據公佈，私家車下年度嘅綜合保費，小型嘅會100幾蚊，中型嘅加1300幾，而大型嘅就加1400幾蚊。至於汽車失竊附加費就計，原因係汽車失竊嘅情形依然嚴重。第二、第三季就係尤其是係貴價嘅車咧，消失就少咗好多。不過咧就係小型嘅汽車嘅失竊嘅數字高咗。佢話希望明年可以取消呢個附加費，而今次增加私家車嘅綜合保費只係每年嘅正常調整。不過香港汽車會話保費加得唔合理，呢個絕對唔合理嘅，因私家車保費已經增加咗1倍啦，根本就咁就另外一個原因就根據政府公佈個失車數字嚟講咧，今年嚟講頭2季咧下降嘅情況。咁如果出年個私家車費佢仲話，既然今年塞車情形已經有所改善，前中國國務院港澳辦公室主任紀鵬飛話，為咗方便中英政府就香港問題進行磋商同合作，中國方面要進一步發展香港法律嘅研究工作。紀鵬飛喺中國法學會同香港法律研究會舉辦嘅研討會上又話，喺香港過渡期後半段，中英就有啲重大問題，通過磋商同合作嚟解決係好重要㗎。正喺新加坡訪問嘅港督衛奕信爵士話，香港對中國嘅經濟價值係繼續增加，因為中國沿海省份嘅工業轉變會增加對香港嘅資金同服務嘅需求。而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並唔會削弱香港嘅貿易地位，反而會令佢提高。港督又話，佢哋研究緊香港同國際所達成嘅協議，點樣喺取得中國同意之下，繼續喺97年之後繼續有效。英國駐華大使麥若芬話，佢哋一直有跟進俾中國囚禁嘅香港人嘅問題，但係就未有進展。黃永洲喺報道。英國駐華大使麥若芬話，首相馬卓安9月訪問北京嘅時候，曾經要求佢跟進被囚禁喺內地嘅香港人嘅情況。不過到目前為止，唯一嘅進展只係羅海星獲得釋放。Well, we have done. We have followed that up regularly, but the only specific progress that has been achieved, is the one you know about, the release of Mr. Law Hai-Sing. So that's the only progress we've got to report, but we are following it up. 另一方面，財政司麥高樂喺北京嘅第2日行程，主要係同負責財務嘅官員見面。佢朝到先同國家計劃委員會嘅官員了解中國計劃，了解到中央點樣具體計劃大型工程同埋重工業，而各個省有自主權。麥高樂隨後到釣魚台同副財政部長池海斌見面，並且出席池海斌所持嘅午宴。到咗下晝，麥高銀行副行長陳元見面。麥高樂話：無線電視記者黃慶洲喺北京報導。以色列一個龐大嘅貿易代表團到咗北京，展開11日嘅訪問活動，商討加強兩國嘅經濟聯繫。今次係歷嚟第一次以色列官方代表團到中國訪問，兩國目前係冇外交關係㗎。光明日報記者艾晴而家仲翻到艾晴。架車話要去秦皇島採訪，當時國務卿嘅電話，而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就話，到而家仲未同戴晴聯絡得到。港府難民事務統籌專員列瓊志話，會喺明年嘅1月開始有秩序遣返其他滯港嘅船民。楊永真報道。小組匯報遣返船民嘅進展，港府希望喺出年1月開始有秩序遣返船民。I think already the British Embassy are in contact on this. It follows naturally the double backer arrangements, but we have to sort of finalise all the details. So we'll have to sort of see how quickly we get on with the Vietnamese government. 一班技術船民返國，而如果自願遣返情況唔好嘅話，強迫可能要密啲。列瓊志亦都向
議員解釋，由於保安同埋船民人數嘅理由，港府唔可以用海路或者陸路送船民返國。不過聯合國難民公署考慮日後用船遣返自願回國嘅越南人。無線電視記者楊玉珍報道。聯合國難民專員公署批評美國政府強行將千幾個海地船民遣返回國，令人遺憾。美國國務院宣布遣返千幾個海地船民，呢批船民係喺海地9月底政變之後逃離家園，喺加勒比海附近俾美國海岸巡邏隊救起㗎。國務院話呢批海地人49個正係政治難民。人權組織批評美國政府唔人道，而本港兩局議員除其他人都喺國。泰國外長阿沙聽日會去柬埔寨訪問，佢會仲同柬埔寨簽署協議，將滯留喺泰國嘅36萬柬埔寨難民遣返。而喺金邊，西哈努克親王今日喺參觀一個展覽會嘅時候話，柬埔寨會同各個友好國家一齊搞好經濟建設，建設一個新嘅柬埔寨，復興吳哥時代。吳哥王朝係柬埔寨史上最繁華興盛嘅時代。西哈努克親王呼籲國際社會提供援助重建柬埔寨。泰國首都曼谷今晚有幾萬人示威抗議軍政府草擬嘅新憲法唔民主，將國家倒退到獨裁統治時代。較早前軍政府話喺新憲法通過之後就會交出政權。泰國陸軍總司令蘇欽達將軍琴日宣布草擬中嘅新憲法會喺下個月交俾國會。喺通過之後要1個月嘅時間，最快可以喺出年3月舉行大選。泰國嘅軍人係喺今年2月以政府腐敗做理由，發動不離協政變，推翻沙泰本地嘅政府。現任總理阿南係由軍方推舉出嚟嘅。軍方話喺大選之後會再參政。香港國際商業信貸銀行臨時清盤人紀禮信話，會喺幾日之內公佈有關出售國商銀行嘅決定，而一批存戶嘅代表就要求盡快出售銀行。魏爾山報導。大約70個存戶首先喺遮打花園集合，跟住就列隊遊行去銀行監理處。存戶代表話，臨時清盤人紀禮信原定喺上星期4決定係咪向最高法院申請將國際商業信貸銀行清盤，但佢哋又將決定押後，理由係力寶集團嘅收購建議有一啲法律問題未解決。佢哋不滿政府一直拖延，全部派出代表銀監處遞信。晚6點幾，個由高處墮下嘅學生，消防處宣布進一步放寬消防隊長嘅體格入職要求，希望可以招募到9位人手，填補70個消防隊長嘅空缺。處理副消防總長林振敏話：過去16個投考消防隊長通通唔到5厘米。佢哋檢討過之後，認為呢一項要求雖然同消防員執行任務嘅時候嘅體格同持久力有關，但係可以喺消防學校加強。立法局副主席施偉賢拒絕李鵬飛嘅邀請，唔肯出任立法局首席議員。依家啲議員仲未決定用乜嘢方法去揾出新嘅人選。施偉賢透過兩局議員辦事處向外界作出回覆。佢喺信度話：佢唔接受李鵬飛嘅邀請，係因為佢覺得立法局副主席嘅同埋內務會議召集人呢兩個角色好難可以協調，而一啲議員
討論有關嘅問題。佢哋喺會後話，暫時未有結論。者實地視察環保團體極力反對嘅高爾夫球場發展計劃原址大埔沙羅洞。出席嘅官員一再強調，呢一個計劃仍然喺諮詢嘅階段，而郊野公園委員會定出嘅批准條件係可以確保發展商顧及合乎公眾利益嘅發展。我哋郊野公園就要佢哋呢個發展商將所有現時嘅 footpath， 即係嗰啲小路，要佢重整，要佢嚟到修補好。應該對於行山嘅人士呢，唔單止可能有行山山落嚟嘅路人，阿婆早已經用咗10幾蚊一尺嘅價錢。無線電視為慶祝邁向銀禧，今晚動員全台嘅歌星同藝員喺清水灣電視城舉行萬天星輝賀台慶特別節目。首先由電視廣播有限公司行政主席邵逸夫爵士主持按鈕發炮儀式。表演多項嘅名貴禮物。第二輪嘅比賽之後呢，除咗新西蘭之外，中國、丹麥同挪威都有機會出線嘅。挪威下咗2次嘅贏咗新西蘭啊！中國就今晚2-1和丹麥㗎。喺左位離門20碼，有射出一球。15分鐘，中國隊嘅後衛解圍啦。一場賽事，挪威贏咗新西蘭之後，參出線嘅機會。歐洲亞軍紅衫嘅挪威對住新西蘭，希望大比數贏翻場。挪威曾經喺揭幕戰0-4慘敗俾中國，呢場一定要贏，保持出線嘅機會。面對實力平平嘅新西蘭，挪威喺上半場已經遙遙領前3-0，奠定勝局。挪威贏咗呢一場波，喺 A 組1勝1負，而新西蘭輸埋呢一場已經冇機會出線。佢哋上一場波丹麥，挪威喺呢場搶一球波，門嘅右手邊入網，挪威贏4-0完場。香港會喺今個月尾首次舉辦有10支外隊參加嘅太平洋青少年體操賽。賽會宣布比賽喺今個月嘅30號1連2日喺香港體育學院舉行。咁呢次呢，我哋以逸待勞啦，能夠喺屋企訓練呢，同埋喺屋企嘅場地呢，我覺得應該係有啲機會。譬如男子嘅跳馬自由操啊，女子嘅高低槓同埋呢個跳馬啦，咁啊希望能夠進入到攞獎牌。朱啟平話：香港隊8個運動員為呢項賽事晴朗嘅天氣之後，本港今日天色轉為多雲，同埋有幾陣毛雨。
天文台由琴晚午夜至到而家為止係錄到微量嘅雨量記錄，而今日嘅氣溫係介乎19.6度至到23.1度之間，喺11點鐘嘅氣溫。預測天色將會多雲，同埋會有幾陣微雨嘅。風勢方面係吹和緩嘅東北風，而晚間嘅風勢將會增強。今晚最低氣溫大約會係18度，而聽日嘅最高氣溫係22度左右。至於喺星期四嘅天氣展望，天文台預測係將會多雲，有幾陣微雨，同埋天氣比較清涼㗎。呢節天氣報道完啦。唔該你馬慧儀，今日急報道完啦。